好，这些得了啊，这个得嘞，好，等下头嘛我容易我住都都是在进，老说，你怕有不讲哪这啥个把钱呢用于老几上亿，老说，等下看中我们人多听嘛你弄了，老的国业就懂了，但我没看见个就老国业嘛都现在弄起了没呢，是我到过你呢，但你如果弄钱得来弄个中业中东一个中业是这里找，中业啊，这那从嘛年不用于这些忙了学，我呀，这些得来，老说呀，好吧，那你就懂着着。打枪哥是吧？啊，对，打枪哥。给切成人的那个，儿子给你看给多少？但是，别的。说呀！顶错了也跑不中，跌下去从把中了拍，中了拍也中了咯，我错了也跑不中，跌了点走那中了拍，中了拍也中了咯，全看上去撒家，跌嘛家包了中了拍，中了拍也中了咯，就这么多啥下呢？到下的几三把天呢？到你把东西好呢？到用着俺们天呢？到什把东西弄呢？到是弄啊他人天呢？到一把东西装呢？到是日把家人天呢？到将来来一小时很不家一家一小。耶，就干那东沙，耶，将军让就到公交沙，耶，人家这学嘞呀，么学嘞呀，耶，就来没东学，耶，跑啥啦走，啥来没考学。学嘞呀，么学嘞呀，学嘞呀，么学嘞呀，么学。当不讲话送给头啊，电影人俺们给懂着，专门送给你们啊的，俺这可要给懂着，真的电那是用着，弄的电那我用着，真能送上下里送多少个别嘛，但也但是啥子人也就知道，大脑叫啥都没啥呢，多公叫啥俺们呢，说你俺你娘家说中国阿婆打懂着，是啥个不没在懂着，中的俺个看见那东西这给下来是就有些有差么，那当个这个差是差。啥来没考学，也没啥子做，学嘞呀么学嘞呀，学嘞呀么学嘞呀么学，干得起啊！高手在民间噻。我觉得啊，真的是这个，你身上有几个东西，一个是文化自信，还有一个是这个原生态，有很多这个打枪的这个，我们小的时候也经常，我也去打过枪啊，讲动用懂吗？讲过讲大噻，是吧？讲破是咱们不的，讲过呢，当俺做个错爱地弄呢，没讲都没得，做前后得靠个，懂不？讲破的，就慢球讲破做的吧。等你啥谁都这个过到进这个是得讲动过的吧？等这个是非议啊，这个是非议啊，这个打枪就是我们的非议。修房子的时候，就是有点像非洲那种感觉，其实都是一边劳动一边唱歌。
刚刚那个也是，就是一边劳动一边修房子一边唱啊，原生态，文化自信，然后我们的这个刚刚说的这个怎么说呢，原汁原味的啊，我觉得他节奏卡的也挺好，这就是他的这个天生的东西。你看一看他不像一个说唱歌手，但是这个是很牛的这个说唱了啊，因为背那么多词儿啊，같은 것만 되때 롤다 고기도 뭐 다치 때문에 도 힐미는 도 힐이잖아. 당 히다 야 보다 이게 때는 내 힙하 농체게 예리 때 칭해 농체다 사자 돈 라파저 저리더 니 예 돈로다 다시 좋은 돈로 찍바리더리. 네. 发现你站在这个做他当动个看给的那么的，发现啊做种东西种了有的，我做的看把这个查下来有的种东西的，那人就发现他我动个动推开去这嘛就发现他几百人一样，所以说你看我们所有这么多选手里面，我就看到了他身上就是文化自信啊，真的，然后就是民间的、非遗的、原生态的都有，啊，很好，这个还有这个康巴汉子很帅啊，正儿八经。蓝色，啊，你是一个，我觉得是对音乐还是比较执着的人啊，应该说对文化，你不是对音乐，对文化比较执着的人，很好，文化比较执着。哦呀，跟你升级到文化嘛，哎，对。再看一下两位老师怎么说，那个我先给小雨老师解释一下，他前面参加唱歌比赛，他参加的是山歌，对，然后他就刚才说，他之前一直在唱山歌，好多人就说你除了山歌你还会唱什么，你还能展示什么？然后他就说我都可以呀，我都可以展示呀。然后他就说，那既然要这样的话，那我就唱一首说唱，跟我反差很大的一首歌，真的是看看我能不能驾驭。对，结果今天他就唱了这个说唱，就是想告诉大家，我不但山歌唱得好，我这个带节奏的这种，就是节奏性很强的这种也行啊。也可以，因为唱山歌的人有一个就是怎么说呢？我不知道那个小雨老师有没有注意到，就是很多唱山歌的人，他的节奏感都不是特别好。对，他自由惯了啊，对他自由惯了，因为他的声音他是按着他自己的气息来定他的节奏。对。所以在那个就是小雨老师，你们做音乐的应该知道，就是给山歌的这个做音乐的时候是。他先录干声，然后再给他三段不一样。对，三段不一样啊。对。然后他唱完了以后，他先是录声音，然后想拖多长就拖多长。对，是这样的。所以今天他给我们展示了什么？就是他山歌也唱得好，然后这个就是这种快歌他也完全没有问题，节奏性你看，所以其实我觉得所有的选手里面。他的身上体现了出来一个我这个后面这个标志，直播大声唱，我为家乡代言。对真的，他的这个着装衣服，然后他说这个3次比赛所唱的，唱了民歌，然后唱了山歌，今天唱了一个原生态的大强，我觉得是确实各有各的这个好听的地方，非常非常好啊，我也很喜欢这个原汁原味的东西，是吧？这个就是文化自信，对。然后这个杨金，你自己看，过还是不过？这样是我们最后这个很重要，是。对，过的。唱得好，我们就不过。过。我是这样的，我本来想提高标准淘汰一个，我是这么想着的，因为过太多了，因为前面我们这不是海选对吧？已经选过几轮以后，基本上都是优秀的歌手了。对。然后你一进来的话，你这个歌我很喜欢，就是你这个音乐我很有感觉，你知道吗？我特别喜欢你这种氛围，整个的这个状态。然后我甚至都在想，你这个音乐再怎么给你弄一个别的东西，我都在想这个了。所以说我特别好，我觉得特别好，过，我也给你通过好吗？虽然今天全部都是通过的，真的好，他这个语言表情，他
天地啊，他很有感觉啊。这个藏语说特别好，他都把这个比喻的很好，就是有点像这个草原上的扛把汉子啊。对，很有感觉。这种怎么说呢？跟天地和跟他在一起的那种状态很好，就只有文化自信，扛把汉子啊。对，也很符合我。